歡迎大家收睇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 GM 看世界。傑哥每日瞓醒咧，呢啲新聞咧，每一日嘅新聞都真係令到我真係有啲摸不着頭腦。邊一類？尋日咧就話貝森特講話，哇呢一個嘅關稅會喺不久嘅將來咧會降溫。係啦，降溫。咁今日咧瞓醒就話川普直情投降添，究竟係咪真嘅咧？我諗今日大家睇到好多新聞咧，話川普咧就準備向中國屈服，向中國讓步咧。點解咧？川普話準備大幅降低對中國嘅關稅。點回事咧？咁不如同大家解讀下啲相關新聞先啦。呢個各大媒體報道話，川普22號表示咧，佢願意採取一種唔係咁對抗嘅方式同中國進行貿易談判，並且話而家對中國嘅關稅咧太高啦。之後唔會咁高，佢會大幅下降。後面咗句啊，關鍵詞啊，但不會是零。所以咧，媒體認為川普準備向中國作關稅讓步，於是話美股今日大幅上漲。哇！道指今日最多係漲咗超過1000點，重回4萬點，但係收尾到收市嗰陣時咧係漲咗419點。咁其他另外兩個指數都上漲啦。有關於川普要向中國讓步降低關稅咧，其實新聞源頭有兩個，一個咧係《華爾街日報》嘅報導，一個咧就川普自己嘅見記者嗰時候咧，佢講一啲嘢嘅。我哋先睇《華爾街報導》講咩嚇？《華爾街》嘅話咧，據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大幅削減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在某種情況下，削減幅度可能會超過一半。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咧已經有啲話，哇，川普咧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表態，真係搞到大家都覺得究竟點啊？一日又加，一日又減，一日又話會大幅，突然之間又大幅增加，跟住又減，跟住又即係好亂啊！連大家都覺得，哇，究竟川普每一日都有變，有冇一個好確實嘅指標咧？嗱，我簡單講下，如果大家覺得川普嘅關稅會喺近期內對中國關稅特別嚇，會喺近期內降低向中國屈服嘅話，如果你以呢個作為你生意取向嘅判斷咧，你一定會呢個撞大板。點解咧？川普對中國關稅好簡單，佢要中國作出根本嘅改變。喺中國未作出根本改變之前咧，佢係唔會減中國關稅嘅。包括之前大家話佢變嚟變去，包括對等關稅，收尾又話推遲90日。你睇清楚，佢就係為咗團結全世界中國以外嘅國家一齊嚟對付中國，所以先有呢啲變嚟變去，先有而家嘅談判。咁我哋先講《華爾街日報》呢個報導，大家注意幾個關鍵詞啊。佢話川普政府啲咩啊？正在考慮大幅削減中國關稅，跟住咧喺某些情況下，呢個係非常之模糊嘅。正在考慮，咁可以考慮下唔降價，佢又可能考慮下降價。咁但係咁樣會令到大家覺得無所適從啊！真係。無所適從都係嘅。如果你即係一向喺中國進口貨品嘅話，咁你而家喺度諗，咁我係咪中國進口貨品咧？咁我個人建議唔好輕易相信川普會降低中國關稅。等間我哋講點解嚇。咁除咗呢個某些情況下之外咧，《華爾街日報》話，知情人士話，川普總統尚未作出最終決定，咁你就唔好信佢啦。佢未作出最後決定，並且相關討論喺度進行中，而進行中嘅討論最關鍵係咩咧？有多種選擇被納入考慮。好啦，多種選擇咩咧？佢話一位白宮高級官員話咩咧？對華關稅可能會降到50%至65%之間。嗱。如果同中國有開生意嘅呢啲朋友，你自己判斷啦。《華爾街日報》講得咁樂觀，川普正在考慮大幅降低，喺某種情況下如何，都係降到50%到65%。我覺得呢個係咪一個正常關稅啊？係。都唔係㗎啦，梗係啦，加到50到65其實已經好高，但係我覺得咧，因為佢不停咁再加145，甚至乎245嘅時候咧，唔知係咪人嘅心理咧，已經講到245咧，突然之間去翻50或者65就覺得咦幾低喎。其實我一向認為咧，美國對中國嘅工業產品增加50%以上關稅咧，就係兩國經濟開始脫鈎，所以。即使降到50%到65%，意義何在咧？仲有呢50%有冇包括所謂嘅針對中國芬太尼輸往美國嘅嗰20%關稅咧？如果有嘅話，就75%到85%咯。咁同145%有乜區別啊？係冇區別嘅，係令到中國嘅貨品喺美國市場嘅價格競爭嘅優勢將會盡失。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作為商人嘅咧個心理嚇，呢個
我覺得有啲心理戰嘅，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就有啲嘅貨櫃咧係喺中國運過嚟，咁當時咧已經係話已經增加到145，咁但係因為佢已經出咗貨之後，突然之間就宣布變咗245，咁佢咧就喺度話希望係145，希望係145，到最終佢收到呢個貨嘅時候咧，只係30幾咋，咁佢就好開心啦。咁我覺得係。大家嘅心理咧已經覺得哇，已經去到呢個245，但係如果145，佢已經覺得賺咗。我哋唔係已經同大家講過，川普嘅關稅無論係145定係245，其實係唔同嘅貨品有唔同嘅關稅。即係我哋唔係做進出口生意嘅人咧，我哋會好簡單理解，關稅100就。總之，全部係100，全部係100，其實唔係嘅，唔同關稅有唔同計算方法，呢個係具體去經營嗰啲業者先知道啦。咁即使如果你係將對華關稅統一降到50%到65%，我相信有啲人仲可以賺錢嘅，但係大部分人咧應該就冇錢賺，因為中國嘅貨品嚟到美國個價格嘅優勢，我唔覺得會有50%咁多。並且如果你有加埋嗰20%嘅芬太尼特別關稅嘅話咧，就70%噶啦。仲有部分知情人士又講另一個版本咯，川普政府仲喺度考慮採取一種分級嘅辦法。其實嗱，我覺得呢個廢話嚟嘅，關稅不嬲就唔同嘅產品有唔同嘅關稅比例，但係咧佢呢種講法就話。呢個分級辦法類似於舊年眾議院咪有個應對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委員會嘅一個提議嘅。呢個提議係咩咧？將嗰啲唔係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嘅中國商品徵收35%嘅關稅。咁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咦，有錢賺，但係你搞清楚啊，你嗰樣嘢有冇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如果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嘅商品咧，徵收最少100%關稅。呢個係國會應對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委員會嘅提議，咁咩係對美國嘅戰略有意義嘅咧？半導體啦，電腦啦 ，AI 產品啦，鋼同鋁啦，生化科技啦，好廣泛嘅呢個意義。我而家講到呢啲係我確定佢對美國有戰略意義嘅，仲有啲可能我唔知嘅。喺美國政府睇嚟有戰略意義，咁如果100%關稅嘅話，咁咪即係脫歐咯。並且呢個提案咧，呢個法案嘅呢個提議咧，係喺5年內分階段實施。5年中美關稅戰打完㗎啦。你認為會打幾耐咧？最多2年。2年。一定會決到勝負出嚟。咁啊，呢個就係《華爾街日報》嘅報導，所以令到好多人覺得川普準備減關稅，但其實佢報導裏面你睇清楚具體內容，呢裏邊嘅數字有50%、65%、35%、100%。咁川普咧，其實佢都講啲嘢咧，令人覺得有啲，咦？你係咪真係準備有大動作咧？呢個點嚟嘅咧？佢4月22號佢出席呢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嘅新主席阿特金斯嘅喺白宮宣誓儀式，因為呢個位置都好重要啊，所以喺白宮咧佢有個宣誓儀式。喺呢個時候咧，咁啲記者點會錯失機會問川普美中關稅戰啦？川普咧喺個答記者嘅提問嗰陣時，佢就話同中方嘅談判進展順利。我相信嗰啲記者同我都一樣，你哋有談判咩？係。佢話同中方代表即將舉行嘅任何會談中都會非常友好。嗱，咁呢個話就講明佢冇談判。我哋想要同大家解釋下點解佢話同中方嘅談判進展順利咧？嗱，川普咧，我覺得佢對中國對佢要改變中國嘅現行嘅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佢係有一套戰略嘅。呢個戰略咩咧？我個人理解下，大家可以探討下。第一，增加中國關稅，喺科技領域封鎖中國。呢個目的係令到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而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導致中國被迫進行改革。改革呢家嘢都咁噶啦。當年呢個79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都係因為當時中國政府自己話國民經濟陷於崩潰邊緣，所以必須改革。咁而家中國做咗咁長時間嘅世界第2大經濟體，中國唔覺得自己要改革，中國覺得自己好成功。川普嘅關稅政策就要令到中國過去成功嘅策略不能夠再複製，所以令到中國出現危機，被逼同美國談判。咁我哋係唔可以理解與中方的談判進展順利係咩階段呢？係我喺度破壞緊中國嘅經濟，而家我睇到效果啦，所以好順利。好，我覺得逼佢談判嘅目標咧就嚟達到啦。佢嘅順利其實係佢自己嘅計劃好順利，戰略好順利。所以佢後邊話同中方代表喺即將舉行嘅任何談判，即將舉行即係冇舉行啦，
並且呢個即將即係話我哋喺未來，琴日我哋講到個數字係咩啊？可能係50年噶嘛，係咪不久的將來可能係50年噶嘛？咁當然美中之間嘅談判唔會50年。佢話北京即係中國，最終將被逼達成某種協議，以降低巨額關稅。會咩？呢個唔係，佢係講得好清楚啊。當中國被逼達成某種協議嘅時候，關稅先會降低。即係真正對中國有傷害的關稅才會降低。呢個有傷害的關稅包括咩啊？包括我啱講嘅50%、65%、65%、145%、245%都係對中國有傷害嘅。降到乜嘢程度冇傷害咧？川普後邊仲有個描述嘅，等陣我同大家講下。咁記者就問佢：喂，咁你喺談判當中會唔會提呢個新冠病毒啊？因為美國白宮嘅官方網站啱啱講咗，白宮認為新冠病毒嘅源頭喺中國嘅武漢病毒實驗室。川普話唔會。並且咧喺談判當中咧，我哋唔會態度強硬。不過最終中國必須達成協議，我哋希望佢哋加入呢個談判，因為我哋係制定協議嘅人。哇！咁叫唔強硬啊？逼人，我係制定協議嘅人，即係我話事。我覺得好強硬喎，咁樣。咁所以你覺得佢咁講，到底係川普向中國屈服咧，定係川普指望中國向佢屈服咧？嘅指望啊，係咪？佢嗰個好強硬嘅講嘢，我係制定規則嗰個人，你要適應我規則。好啦，佢話145%關稅咧，的確好高。佢首先承認好高，係廢話啦，唔高嘅話，你點會拎去打擊中國啫？佢話如果美中達成協議咧，關稅就會大幅下降，但係唔會降到0。國與國之間成日話咩啊？零關稅、零貿易壁壘。講嘅啫，有乜可能啊？冇一個國家可以做得到。但係問題咧，呢個唔會降到0咧。喺川普心目當中係有個標尺嘅。咩標尺咧？佢話以前就係0。其實我哋知道以前美國對中國嘅貨品唔係冇徵關稅，係好徵一個比較合理嘅關稅。喺中國睇嚟比較合理，喺美國睇嚟唔合理。係。但係川普認為嗰個等於0。咁佢態度有軟化咩？佢話以前因為對中國關稅係0，所以我哋被徹底摧毀。咩被徹底摧毀啊？我哋嘅國力被摧毀啦，我哋嘅工業製造能力被摧毀啦，我哋嘅赤字被摧毀啦，我哋嘅聯邦國債不斷上升啦。佢將呢啲嘢責任全部歸晒中國。佢話中國喺度耍我們，有任何軟弱嘅表示嗎？冇。你起碼對中國要表示個友善嘅態度啊嘛。如果按媒體咁理解，準備向中國屈服嘅話，中國對美國有好大幫助，美國對中國亦都有好大幫助。咁呢個叫友善嘅態度。但係佢講，我關稅再點樣降低，都唔會降到以前咁。以前嘅關稅令到我哋被徹底摧毀，以前中國耍我哋，而家唔得啦。有任何退讓嗎？佢仲話美國會對中國好好。嗱，呢個就係川普講嘢嘅風格，激死你唔賠錢，真係激死啊！激死你唔使賠。係。佢話中國每年賺美國好多錢，仲利用美國製造嘅嘢嚟建設自己軍隊，以後呢種情況唔會發生啦。係咪嘥騰騰啊？你以前賺我好多錢，仲用我啲錢咧去裝備你嘅軍隊，以後唔會發生。即係話以後我會阻止你嘅軍事裝備更加。我覺得佢講得好強硬喎，好強硬係咯。咁啊，記者問到佢而家美中談判進展到咩程度？川普點講咧？佢話我認為咧，我哋會同中國達成協議嘅。如果唔達成協議咧，我哋就會設定一個數字，即係關稅率。係咪非常之一貫至終咁係好強硬對中國？係。咁啊，中國嘅反應係咩咧？你睇翻中國，我成日講川普對中國嘅態度好強硬，政策我唔認為佢有任何實質嘅退讓。將關稅由245減到145，由145減到100係冇區別嘅，減到65%都冇區別嘅。除非降到50%以下，我認為可能會令到某些中國嘅產業咧獲得一線生機，再加上中國嘅人民幣貶值啊、補貼啊，可能會抵消美國關稅嘅實質嘅殺傷力。但係中國嘅態度係咩咧？華爾街日報報道咧，中國同樣好似川普咁樣好強硬。所以如果中國嘅態度強硬嘅話，係咪講明一個現實？美中兩國根本就冇談判。有談判嘅話，點可能會態度強硬咧？所以我睇完川普同啲記者講，我話中國同中國談判進展順利，我相信現場記者同我都係一個表情㗎啦。嚇係咩？有談判咩？有回咁嘅事？華爾街日報話，中國外交部暗示中方願意同美國討論關稅問題，但係唔會喺川普政府威脅之下咁做。川普啱先威脅完啫喎。係。你必須要我係制定協議嘅人，你必須要服從。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會設定一個數字，即係一個關稅。
咁呢個威脅之下，中國外交部係咪唔會屈服咧？中國政府係唔會屈服咧？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叫郭家坤，佢喺23號咧就即係今日啦個記者會度話，對於美國發動嘅關稅戰，中方態度好明確，我哋唔願意打關稅戰，亦都唔怕打關稅戰啦。呢個中國一向態度啦，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打開。其實兩邊都係一個咁講嘅。呢個問題就係咁，美國話可以傾，中國都可以傾，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我開嘅條件同埋你開嘅條件係個落差係非常之大嘅，係離天百丈遠嘅。係，譬如講美國要求中國開放某啲領域，譬如講金融領域，中國要改變一啲法律環境，等美國嘅投資人喺中國可以公平競爭，中國會唔會做到啊？難，唔會。因為如果你咁做嘅話，等於傷害咗中國而家喺某啲領域當中處於龍頭霸權地位嘅國企。你傷害咗國企嘅話，中國對國企知唔知點樣形容㗎？共和國長子啊，大仔嚟嘅呢個。我放你入嚟打我大仔，所以呢個係冇可能嘅。郭家坤話：如果美國真係想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嘅話，就應該停止威脅訛詐，喺平等、尊重、互惠嘅基礎上向中方同中方對話。咁啊，即係咪再一次講明其實冇對話？係。然後郭家坤仲話：美方不能夠一面話要同中方達成協議，另一方面搞極限施壓，呢種策略咧係行唔通嘅。咁行唔通咪即係冇得傾咯。並且呢個外交部發言人再次提到美國要控制巴拿馬運河。嗱，美國控制巴拿馬運河呢家嘢咧，涉及到我哋香港商人李嘉誠啦。而家目前睇嚟咧，李嘉誠一定要被迫放棄巴拿馬運河。點解咧？因為巴拿馬政府對佢進行調查，話佢違反咗協議，要巨額罰款。咁係咪意味着你唔將呢個巴拿馬運河兩端嘅港口經營權賣出去，你就會被罰款？咁李嘉誠點解要咁撐落去咧？好啦，咁我哋話而家川普嘅關稅對全世界未生效啊，延咗90日，對中國已經開始生效啦。生效咗應該唔到半個月啩，造成嘅影響係咩咧？全球航運嘅4大巨頭之一叫做赫伯羅特呢間公司嘅發言人4月23號，即係亦都係今日表示話，佢哋公司嘅客戶從中國運去美國嘅貨物咧，已經有30%取消咗啦。唔奇啊？唔單止唔奇，呢個幅度係非常大。我啱講，川普關稅實施真係唔到2個禮拜，已經30%再發展落去咧，會唔會50%、60%咧？有機會啊！我朋友做嘅呢一個物流公司暫時都停工，大家唔使返工。報關公司報關係。相反，嚟自泰國、柬埔寨、越南嘅貨物需求咧大幅增加。咁即係話中國嘅貨物運去美國大幅減少，而呢啲東南亞國家嘅貨物咧大幅增加。嗱，呢邊有2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其實中國嘅企業喺嗰度洗產地。咁其實琴日我哋已經講咗啦，越南同埋柬埔寨已經推行咗佢哋嘅行政政策，嚴厲打擊洗產地啦。咁所以泰國、柬埔寨、越南嘅貨物送去美國，係咪喺呢個政策之下可以阻止中國嘅企業洗產地呢？呢個第一。第二，另一種可能就係話，其實生產供應鏈嘅轉移唔係今日先發生嘅，係川普第一個任期已經開始做噶啦。即係咩咧？越南喺中國洗產地嘅情況下，喺越南起廠，呢個廠可能係越南控制嘅。呢個廠已經具備生產能力。咁會唔會喺呢個時候越南阻止咗中國嘅原材料同埋生產，然後我喺美國直接攞訂單，生產貨物運去美國咧？如果咁嘅話，受到傷害嘅當然係中國啦。咁我哋琴日講咗財政部長喺一個閉門嘅一個投資人會議度講咗佢對美中貿易戰嘅睇法啦。喺今日，貝森特咧又參加咗國際金融協會嘅一個會議，佢喺上面發表演講，講嘅嘢咧同琴日大致一樣，但係咧有啲都值得我哋關注嘅。第一，佢話超過100個國家向美方表達重新平衡全球貿易嘅意願。咩叫重新平衡全球貿易咧？即係以前咧，美國買你嘅嘢好多，你買美國嘅嘢好少，咁所以咧而家就要重新平衡一下咧，就係你要買我多啲嘢，我要賣俾你多啲嘢。咁即係話重新傾一個貿易協定咯，呢個就係川普而家政府做緊嘅嘢咯。但係咧，貝森特話中國尤其需要再平衡，意思就係話以前美國買中國嘢太多啦，而家中國要買美國嘅嘢，好似唔係喎，中國已經連波音飛機都唔接收咯。咁所以咧就佢話中國現行嘅經濟模式咧係一種不可持續嘅模式，會對中國造成傷害，對全球造成傷害。
咁佢仲特別點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佢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應該回歸佢嘅核心職責就係咩咧？揭露造成全球經濟失衡嘅主要原因，其中中國長年扭曲性嘅經濟政策同埋不透明嘅匯率操作係全球經濟失衡嘅關鍵因素。嗱，講到呢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咧 IMF， 大家好熟悉噶啦。我哋喺節目最後同大家講嘅就係呢個 IMF 咧，亦都喺琴日發表咗個財政監察報告。呢個財政監察報告咧，俾咗個結論喎。佢話今年美國聯邦整體赤字將會降到 GDP 嘅6.5%，低於2024年嘅7.3%。而家先4月啫喎。係啊，佢已經預測今年美國嘅聯邦赤字會降低。唔犀利？點解會降低啊？原因在於更高嘅關稅收入。所以關稅其實對美國實在真係有好處嘅。川普話增加關稅會令到美國聯邦增加收入，會降低我哋嘅赤字。好多人都話你呃人，但而家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呢個一向對川普不友善嘅多邊組織，佢而家作出咗個結論。咁係咪關稅真係有效？有可能對美國真係有好處啊？有效，所以我覺得川普咧，即係作為一個美國總統，處處都係為美國優先而去做嘢咯。我覺得係喺數字上，我哋慢慢可以體現出嚟嘅。如果川普話今年嘅赤字會降低，你可以唔信，但係 IMF 講嘅咧，我覺得就有參考價值啦。真係希望係咁。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